澳門電訊再度斷網，有團體認為需要重新檢視澳門電訊 3G 網絡嘅服務質量係咪能夠達標。凌晨，澳門電訊 3G 網絡故障大約3個鐘，有市民話網絡出現故障會對平時生活有影響，認為澳門電訊應該避免同類事故發生，並且提高服務質素。係啊，試過打呢個電話斷網啊。你試過係今日凌晨嘅時候，如果有緊要事嘅時候會咯。係啊，但係即係叫 CTN 要多啲注意一下咯。個網站成日都有問題啊。間唔中1-2次都可以嘅，但係如果你經常性出現呢啲情況嘅話，咁就會有影響咯。如果佢收咁嘅價錢，應該更加好嘅質素咯。群力智庫常務理事雷文強話：3G 喺本澳運行咗大約10年，而澳門電訊出現多次斷網事故，令到人哋質疑澳門電訊嘅 3G 網絡服務質素。澳門電訊對於呢個 3G 網絡嘅維護係咪能夠達標呢？因為最關鍵一樣嘢，而家電訊喺澳門係作一個公共服務事業，我諗市民係對佢有一個期望喺度嘅。我諗佢喺嗰個系統嘅維護上邊嚟講，我哋覺得對佢係有一個要求，就係嗰個服務嘅質量啦，個服務嗰個效果出嚟啦。佢又話政府應該重新審視2G存在嘅必要性，而公共事業必須考慮點樣加入一啲指標作為質量嘅監測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黃嘉麗報道。